路上，今儿怎么一个人来了？陪我喝点酒呗。拿去喝。讨厌。What happened？ 人呢？刚喝酒啊？疯了吧你？啊？心情不好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让你不开心了？啊？我替你削他。司徒，你平时怎么泡妞的？妞需要泡吗？不是他们自己扑上来的。要是他们不扑的，不扑？谁呀？这么有个性，搞得你小子春心荡漾的。不会是小嫂子吧？让你动了真情啊！别胡说，我只是想娶都娶了，两个人关系总得近一点吧，要不然我奶奶那儿也说不过去。你们两口子真够奇葩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能对你这块肥肉坐怀不乱，他绝对不是凡人。行了，说点实在的，你有那么多妞，经验又那么丰富，你是怎么让他们动心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根本不需要对他们去动心思，他们不对我动心思就 OK 了。说了半天等于没说。看来我是指望不上你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？什么办法？你猜？快说吧。自驾游，嘣嘣嘣嘣嘣，什么意思？古人有句老话，要想了解一个女人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要带她出去旅游一趟。这不简单吗？马代还是巴厘岛？我现在就可以让方叔下单。不是你说的这种啊！哎，你坐着你的私人飞机，然后按照你的航线到一个地方一待，连脑子都不用动。自驾游，自驾游，自驾才能增进感情。你想一想，这一路上就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其他人了。你们俩但凡发生任何事情，只有你们两个能解决。这个时候再出点小小的意外，他一个女人家能够依靠谁？只能依靠你呀！此时此刻，你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，一举把他拿下。他要是对你不动心，哼哼，我都对你动心了。行了，有道理。荒郊野外，就两个人。荒郊野外，就你们两个人。荒郊野外啊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呢，你懂的。套路都是套路。要抢感情深，套路得逼真。